大家好啊，我係安東，今日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埃及妖后克麗奧佩脫拉七世這位末代女王嘅故事。克麗奧佩脫拉七世係一位馬其頓希臘後裔，亦是托勒密王朝最後一位，亦係最傳奇嘅女王。她雖然冇純正埃及血統，卻係王朝首位精通埃及語嘅君主，可以同民眾直接溝通，更被視為智慧女神艾西斯嘅化身，以個人嘅智慧同埋政治手腕，喺帝國傾頹之際力挽狂瀾。公元前51年，父王托勒密12世駕崩，18歲嘅克麗奧佩脫拉遵照傳統，與年僅10歲嘅弟弟托勒密13世結婚並共同執政。然而，權力鬥爭迅速撕裂了這段關係。宮廷政變後，他被迫流亡巴勒斯坦，在那裡默默積蓄力量，等待復位時機。此時嘅托勒密王朝已日落西山，而羅馬帝國嘅勢力正席捲地中海，埃及命運岌岌可危。公元前48年，羅馬統帥凱撒追擊政敵嚟到埃及，克麗奧佩脫拉找住呢個千載難逢嘅機遇，他讓隨從將自己嗰種華麗嘅波斯地氈偽裝成貢品送入凱撒軍營。當地氈展開，這位身着豔紅服飾嘅女王翩然現身，以智慧同埋膽識打動咗凱撒。喺凱撒支持下，他平定叛亂，復位後毒殺托勒密14世，獨攬大權，並為凱撒生咗兒子凱撒里昂，鞏固咗兩國嘅聯盟。公元前44年，凱撒遇刺，克麗奧佩脫拉迅速轉向羅馬三巨頭之一嘅安東尼。他坐喺鍍金旅船，扮愛神個樣赴約，以奢華盛宴同埋政治遠見體結新盟。二人相戀並生咗3個仔女。呢場聯盟唔單止係情愫糾纏，更係他護衛埃及獨立嘅最後賭注。隨着羅馬內部權鬥加劇，安東尼同屋大維嘅矛盾徹底爆發。公元前31年，兩人喺地中海東方嘅阿克興國決戰。
屋大維麾下裝備，哈爾帕克斯菲歐既輕便戰艦，輕鬆制住了安東尼同埋埃及聯軍嘅笨重戰艦，聯軍潰敗，克黎奧佩托拉縮艦隊突圍，安東尼隨後狼狽逃離。次年，屋大維大軍攻入埃及，安東尼在絕望中自殺。克黎奧佩托拉不願淪為俘虜，寧可玉碎，不作瓦全，選擇由毒蛇結束自己嘅生命。呢位末代女王嘅逝去，唔單止終結咗她同安東尼嘅愛情傳奇，更為延續近300年嘅托勒密王朝同埋希臘化時代畫上咗句點。她嘅故事從此喺歷史、文學同埋影視中流傳，成為永遠嘅傳奇。